可忍，華商開槍擊退劫嫌，維拉克魯斯區超市仔劫案落空，招牌公司62710885編譯轉發請標明出處2025年5月9號，巴拿馬首都維拉克魯斯市 Veracruz 有單爆格案反轉再反轉，當地一名麻甩佬諗住打劫華商開嘅超市仔，點知鋪頭老闆早有準備，拎出散彈槍一嘢轟低個賊。劫案當場玩完，涉事老闆係一位華僑公民。有目擊者話，上禮拜五下晝，有條友揸住架生衝入鋪頭想搶嘢，點知華商老闆早就醒定，閃電咁抄出把散彈槍還拖，個賊連銀紙都未摸到就中槍瞓低，即刻被人制服。街坊爆料，呢間鋪近排成日被爆格，老闆對啲連環劫案早就頂唔順，今次終於果斷出手。據了解，警方已經到場做緊詳細調查，而家 check 緊個賊嘅身份同傷勢，而家未知華商老闆會唔會要負法律責任。不過在場目擊者個個力撐，話佢開槍純粹係正當防衛自保。有律師界人士分析，案件關鍵在於老闆用槍係咪合理武力，預料會掀起一輪爭議。廣告，整招牌找我們62710885承接各類招牌，橫幅、燈箱、發光字、立體字、印章、名片、宣傳單、商業活動籌劃等，受巴拿馬季下咖啡、水洗原道專享專線。微信號 Lisa Panama 限量發售，收藏級風味，一杯開啟季下世界的大門。批發零售 Falius 全國最低、最實惠的電子發票銀櫃、新機、電子簽名、發票，歡迎諮詢中西語67511824 WhatsApp 電話同步。